公安局、律师事务所我都去过了，都说证据不足。别气馁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哎，老头跳楼的时候有没有仁义不在场的证据啊？有，当时他在给全公司的员工发一份工作邮件。这会不会太巧了点儿啊？邮件这种东西造假太容易了吧？完了，证据在这儿就断了。现在只能等着仁义自己露出破绽了。仁义那么精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露出破绽呀？以我的直觉，现在应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。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？怎么样？一上午忙活出什么成果来了吗？做着呢。